要唱的这两条诗歌吼，大家拢足熟的吼。啊，毋过咱搁一遍吼，透过诗歌来开始做礼拜进前咱来准备心，嘛会当做咱的灵修咱会当较等的迄个礼拜中间咱会当将一切来归因归互上帝。第一条就是主，我要学罗你伫咧诗篇第9篇第1节第2节安尼讲，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我要报扬你一切奇妙的所做，我要伫你欢喜快乐，至悬的我要学罗你的名。所以一般来讲，一场的礼拜内底第一条的信息，拢是伫遮伫遐咧学罗上帝的诗歌这条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作词跟作曲的这个法国的 Fraser 这个人，伊也毋是基督徒，伊本也是伫咧迄个杂耍团，咱知影咧马戏团啦杂耍团内底伫遐咧歕迄个短笛啦、长笛啦也是要咧歕迄个萨克斯风甚至做迄个歌手伫遐咧表演，互人看但是呢，伊到尾拄到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专门伫遐咧弹琴的啦。受到伊的影响了后，开始对信息有兴趣，伊阵开始安怎？开始来接触信息，开始伫遐来写歌、写词写信息的词。然后，因为伊当年伊毋是基督徒，所以伊迄阵还阁无伫遐咧读圣经，所以对圣经并毋是讲真了解。总是伊是听到基督徒咧唱的信息，伊家己有感动，写一寡的迄个信息了后，伊用迄个信息伫遐怎来学罗上帝，来灵修，对伫透过伊的信息，伊认捌这位上帝。然后伊开始就走去神学院，开始读册，然后到尾就做牧师。所以咱来看这条的信息咱真实第1节底下讲主，我要学罗你。咱看到这个自然，上帝的创造，咱伫咧过去人生中间，上帝甲咱同行，咱敢无值咱伫遐来学罗呢？咱毋是干那礼拜学罗，咱不时拢着尽心尽意来学罗主，来报扬伊奇妙的大权能，归荣光伊的性命第2节学罗了后，毋是干那伫遐学罗，咱人着煞，毋是，咱搁着要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疼，因为伊疼咱看到伊的奇妙的作为。所以伫遐安怎学罗上帝，然后咱着爱第2节讲，真心听伊，咱来听咱的主上帝，真心真意来听咱的上帝。伫遐听上帝中间，通过咱的听，咱的行为的回应，咱会甲别人报扬上帝奇妙的大权能。搁来第3节就伫遐咧讲，毋是干那伫遐听。上重要就是咱来参与服侍的部分，每一人有无共款的角色。你伫咧职场顶面，嘛有无共款的迄个角色工作。伫咧家庭内底，每一个人嘛有无共款的角色。通过咱的角色，搁较重要，咱伫咧参与教会逐种的服侍中间，用咱的服侍来宣扬主的大奇妙的作为，伫迄个所在，咱。看到上帝互咱人生的大的希望来，咱来对第1节开始来唱
合了相关的迄个艺术家来讲做咱即本信息因为伫咧咱拄仔唱的迄条诗是303首，伫即条诗歌后面303个 B， 伊用泰戈尔咱知影伊是迄个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一个印度人伊写足侪的诗，伊即个所在就用泰戈尔一条诗放伫咧咱的信息下面，咱做伙来读伫我的歌，我望着上帝，敢若两纸尔。来，伫我的歌，我望着上帝，亲像山用伊的瀑布望着远远的海面。伊这是啥物意思？就敢若讲上帝足远的，离咱足远的泰戈尔讲，亲像山嘛，山你离海洋遐尔远，总是伊会当用伊的瀑布流来了佮经过溪河，最后流里面，用这个瀑布来触摸来望着上帝。所以伫即条诗内底，伊嘛甲咱讲，虽然上帝足远的，总是咱会当透过咱对真实对上帝迄个经历中间，咱望着上帝，咱经历着上帝。所以这是一条搁一个用泰戈尔真水的即款的诗伫遐来诠释即个部分。来第二条诗歌，我爱父主的款式，这嘛是咱足熟的一条诗歌因为伫咧约翰福音13章15节有安尼讲。因为我已经用模样互恁照我所对恁行的来行。即条诗歌嘛是足对，我就讲，真的信息真多的迄个艺术家，伫咱即条543，你若会当献信息，伫咧543个下面有一个543个 B， 伫即个所在呢，用一个这个图，这个图有一点点像。即马真流行的缠绕画有一点点像那样然后呢，伊伫即个所在搁迄个何明月伊是一个迄个福建的一个基督徒伊本讲迄个整个的那个图就是只有这个部分，他在上面再加了一个行主的迄个脚架不管你是行倒一条路，就是安怎拄开始上主伊的脚架是安怎？你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咱就要来学主的脚架，咱来爱学主的款式。所以真的是他是一个音乐艺术家所以真的是你若好好来看咱的信息的时阵，实在内底有真侪诗，嘛有真侪图伫遐甲咱做伙，咱来想象，咱用信息来领受，咱来来伫即个所在3节第1节讲，咱爱学主无快受气就爱学伊的温柔谦卑。第2节爱学伊的大疼叹，虽然受人歹款待，犹原咱嘛要好款待人第3节讲着讲爱学咬疼天父，欢喜顺叹伊的旨意，来背伊的诗句，来分地主，咱来唱第1节。
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上主啊，世上的君王拢要感谢你，因为因有听见你的嘴所讲的话，因要唱歌学乐上主的行做，因为上主的恩典真大。大家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303首，圣诗303首，请起立。
即时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临来受苦，顶12个死埋葬，第三年对死人中国活，打天打地伫全天的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个来生化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用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来应答上帝的话。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8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肯定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无伫甲即世间相款。因为我对所予我的恩，甲恁中间逐人讲。恁所受来忖度家己。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若是百体的功用无拢相同。咱照所予咱的恩。其实做先知，就着照神的分量来讲。其是教示人的，着旨意伫教示。救助的，着用实心。灵敏的，着用欢喜。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满心感谢你，求主耶稣赐下你的耳仔，听阮受你祈求的声。今仔日是阮少年的主日，阮对细汉时好似像树仔，慢慢啊大汉，你拢保护阮。上帝有恩惠，大有慈爱，你的一切所做的，互阮拢要乌落主。阮要为着全世界来祈求主，为乌克兰的战争，较紧的，互即个战争得到和平。阮上帝兴起上山教会，互较侪人较紧进入教会，享受主的福音。求主赐互阮有智慧、学识、有听心，更加熟悉你、熟悉圣经的道理。求主赐互阮的牧者有智慧、有健康的身躯。求主祝福上山教会兄弟姊妹有健康的身躯。阮诚心排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嘛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因讲。
试业。新约哥林多前书第9章19节到23节。我对伫正人虽妄是自由，犹阁将家己做正人的奴仆，为着要得着人哪侪。犹太人，我就亲像犹太人，要得着犹太人。法下的人，我虽然本身无相伫法下，就亲像法下的人，要得着法下的人。我法外的人，我就亲像法外人，要得着法外的人。其实我毋是伫上帝的法外，就是伫基督的法内。软弱的人，我就诚做软弱，要得着软弱的人。逐户人，我诚做逐户款。一开始要救人，逐项事我因为福音来行，是互我通三甲有份伫福音。请老弟甲神学生讲道第8时，伫主内面做伙来分享福音。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过了足紧的，我伫上山教会从见习一直到实习，已经7个月啊。这今仔日是我第1届用台语讲道，相信家己有足侪欠亏。若是过程中有穿插中文，请大家谅解。真欢喜，真感谢有机会，互我会当徛伫遮，甲大家分享。信仰甲生活，要怎互伊会当伫生活中有信仰？遮敢袂冲突？若是冲突的时，咱要安怎来突破？所以呢，伫遮，咱来讲，保罗伊伫信仰会当生活化，伊会当用伊的自由、无受管辖的基督徒来传福音。安尼，咱要安怎做一个自由、阁无受管辖的基督徒呢？诚做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信仰中，是敢若有自由无？还是感受到限制？咱来讲，基督徒因为着信耶稣的缘故，礼拜日着爱做礼拜。为虾米有人着讲是安怎做礼拜呢？袂当去佚佗。但是，若是真正享受甲上帝有好的关系的人，伊着会敢若讲做礼拜，我毋是受限制捆绑，乃是甲主有较好的结连，因为主耶稣为着咱的罪来死，咱要为着伊来活。所以伫遮个关系中，信仰生活化中间，咱会当来享受安息日，互咱知影敬拜上帝是咱第一的福气，毋是规定。有的人8、6礼拜爱去露营，但是因为甲主有好的关系，伊着礼拜日分别做成，互咱会当伫生活中，伫礼拜日人咧露营，咱来敬拜上帝，迄是真好的见证，互咱无因为心内要爱的，甲咱生活毋要爱的冲突，是着受着困扰。所以，互咱伫信仰生活法内面，咱无因为安尼影响敢若无快乐，咱会当亲像保罗共款。虽然我有足大的自由，虽然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但是伊为着咱的主耶稣，伊甘愿做正人的仆人，阁来去得着较侪的人来信耶稣。阁来伫遮看，保罗伊的行为是
讲，诚做一个无原则的人，人讲是乡民倒检的人，也是墙头草，也是西瓜挖大饼，也是讲伊的生活内面，伊为着要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伊着亲像一个看到对方身份，伊是犹太人，伊着用犹太人的方式去学伊讲主耶稣。伊即马是做律法的人，伊着用律法的方式去甲伊讲主耶稣。为着要传福音的缘故，伊亲像迄个人共款。就讲即个人是软食的人，伊着诚做一个软食的人。但是咱来看，伊是毋是诚做西瓜挖大饼的行列，拢是毋是。保罗互咱知影，咱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互咱无看到互咱看到咱无原则，实在毋是，是主耶稣帮助咱诚做一个愿意入捌伊，搁诚做亲像伊，搁会当亲像迄个人的款式，用迄个款式的人的需要来讲耶稣的福音，这是无简单的。我伫神学院上课的时，老师有讲到一个神学家，伊安尼讲：只有真正入捌人的，才会真正入捌上帝。等到真正入捌上帝的人，才会当真正入捌人。入捌人甲入捌上帝的关系是有关联的。真正入捌人，你会看到迄个人身躯的亮点，会当看做上帝伫伊的身躯所做水的见证。等到入捌人的时，嘛会看到人真深的黑暗面。当咱看到人的黑暗面的时，会互咱失望，亲像看到乌白浪君共款，会互咱艰苦不足，互咱会当体会到，咱人真正毋是亲像上帝安尼完全。家己嘛是有罪的人，伫即个对人的失望中，帮助咱搁较入捌上帝，恢复新的眼光，再次看人。安尼嘛会变做信仰内面伫生活中经历上帝的过程。对细汉，我伫教会大汉，细汉的时，我甲爸爸甲妈妈拢去教会做礼拜。甲高中的时阵，开始伫教会服侍。对甲大学的时阵，无拍算，我妈妈去做传道师。伊毕业了后，就去客家开拓教会。对迄阵，妈妈只有一个锁匙，啥物拢无，嘛无同工。所以，当我伫大学毕业了后，我就做伙甲哥哥还有爸爸，去妈妈的教会斗相共。礼拜二拢爱做足侪的服侍，互我知影有人讲，无教的囡仔有两个极端，毋是大好，就是大歹。但是目前来看，我应该是袂歹啦，袂歹。感谢主。我为着要和妈妈同工，我就拜六拢去教乌克丽丽来服侍遮的囡仔。礼拜二看到教会囡仔无介济的时阵，我就去对面的
学校来和囡仔拍球实在，邀请因来入来伫教会。虽然我伫迄阵感觉我所做的无口才，但是感谢主，我向主祈祷，求主修饰我口才，求主赐予我有勇气，予我有勇敢。虽然我有时嘛会惊，但是上帝就帮助我，互遮个囡仔斗阵。后来，遮个囡仔诚做阮教会的敬拜团的同工，感谢主。伫遮服侍内面，我体验上帝甲阮伫地，甲我伫地。但是，甲遮个囡仔嘛无容易，因为有的囡仔是罗马囡仔，有的家庭有足侪的问题，所以当我咧服侍时，我嘛受到足大的艰苦心。但是上帝就互我气力，有时伊伫我的心，互我会当继续去入捌人，甚至入捌上帝，互我会当看见遮个囡仔经历上帝稳定伫因的身躯顶。有一个囡仔，伊无爱读册，但是伊信耶稣了后，伊就找到伊的目标。这对罗马的囡仔来讲，是一个上帝拯救稳定的大改变，足感动的，嘛足感谢主。咱知，当咱信耶稣了后，活地是要为着主来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困难上爱重要的是对焦伫主耶稣，因为伫主的内面，伊早有奇妙的帮助来见证主的疼。即个困难是真深，阁真奥妙的。伫咱今仔日最后的经文23节有讲到，我做遮个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所以，咱做基督徒主要是爱有行动来为着主来见证，互咱的生活甲信仰会当生活化。上周牧师他在讲道里面有提到，一切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这个认知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突破自己目前我们在信仰上的瓶颈，也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去找到我们的目标跟使命，甚至可以重新再一次的建造我们信仰跟生活之间的平衡，不断在这样子看似自由跟受拘束当中去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教会的服事，或者是我们在参与小组里面，可能你是分享的人，可能你是领受聆听的人，我们都可以不断的在这样子原本只是领受者当中，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个团契里，在服事里面更加经历到神。甚至可能原本我只是参加一个做礼拜的人，可能过去我只是听到，但是呢，我也可以开始做笔记，这种小小的行动，让我可以将每一个礼拜讲的道，再一次的在我的生活当中行出来。甚至有时候在我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上帝求，我们都可以跟上帝求，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上帝的话，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上帝的话怎么样让我们在生活中帮助我们可以活在周遭的人，祝福给周遭的人。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祈求，都可以帮助我们有不同的生命成长。在这一次，我有参加上山教会短宣队。上上周，牧师其实非常幽默的分享，
这一次参加短宣队的平均年龄是57岁。我在当中的与2位青年，一位是宜安跟宜人，阮拢是细汉其中的一位。但是伫短宣队内面，无论是牧师，也是长职，也是其他的同工，伊拢甲家己当作18岁，甚至当中的光宇长老，他也就是用他的生命非常非常卖力的跟我们这一群青少年打躲避球。我后面才知道，原来光宇长老以前是运动健将。所有人拢将家己献互主来使用。过来，阮面对国小，也是国中，也是高中，最后也是大龄的学生，咱拢变做伊，诚做来佚佗、读圣经，互相来交陪，互咱伫无共款的年龄内面，同工互使，互阮拢有真大的学习。嘛伫这中间，因为学习，咱哪知影咱的欠缺，伫即个欠缺内面，咱就会当恳求主帮助，搁较互咱成长。如今伫咱的教会，每一个人，咱嘛会当诚做上帝上好的会友，透过实际的参与，即款的行动、学习，拢会诚做福音的分享者，搁较入捌人的需要，互因互家己，搁较入捌上帝，做伙来经历上帝伫咱身躯顶的改变甲旨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上帝，阮感谢你，你手赐万物，你启示智慧，互阮做儿女，福气拢招备。伫你的文典中，阮看见保罗是自由的人，无受人的捆绑，甘愿为着主的缘故，要得到较侪的人来信主，诚做正人的仆人。所以，阮伫教会的小组，也是教会的生活内面，互阮认真学习，入捌上帝，甲入捌人的需要，搁用你的疼分享见证，搁伫困苦艰难的时，对焦伫耶稣，透过祈祷、灵修、读圣经，伫传福音的使命内面，搁较入捌主的心意，诚做好的会友，坚信到底，为着主做工拢无离。因为阮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一切为着上帝的恩根来活。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
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你的道路指示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我全你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学努力，听讲你的名，到永远。篇8章第12节到11节。上主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全你的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上帝啊，我要专心学努力，我要听讲你的名，到永远。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43首，圣诗543首，请起立。月线，请曾庆仁长老、高祖安长老、王世维长老奉献，请谢秀雅执事、赖宜佳执事、王安信执事来负责奉献。
侪。消息报告：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中集会，请中集参加。松年大学顶8月15日拜二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活动，邀请曾爱雅老师带领活动，欢迎兄弟参加。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集订正。周间自甲下少新讲师放正，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今仔日是咱教会遮个少年因的服侍，互咱用拍鼓仔甲因鼓励一下。或者是咱教会未来会安尼真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请咱继续为因祈祷。好，搁来咱来报告，就是咱伫9月初3吼，咱要去野外礼拜，咱即是报名已经220几位的兄弟报名吼，所以咱若报名兄弟，我毋知影讲咱敢有拢有摕到即本为上帝做一个好的会友，吼即本册。若无的吼，咱伫楼骹有几本会当来摕，反正一号摕一本。吼，啊，咱即马进行即礼拜已经来读第2章，吼，所以毋茫讲咱兄弟会当来读即本短短啊，吼，一章拢短短啊，安尼一个册，会当伫说到迄天吼，咱会当一个真好的一个回应。好，咱即时咱来祈祷，互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互咱最近看见世界，除了咱台湾风台以外，互咱看见世界，真侪亲像伫夏威夷，吼，伫遐的一个迄个毛利岛吼，规个拢安尼烧了了吼，咱嘛看见世界真侪水灾、旱灾吼，咱恳求主的怜悯、振兴吼，遮物件，咱嘛为着台湾来祈祷，咱为着中南部因伫遐的复原来祈祷，为着各地宣教师的安全来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祈祷，求上帝互咱同心合意，为着怀孕的姊妹吼配营。吼，咱感谢上帝，吼配因会当来真无容易，吼会当来得到即个囡仔，咱恳求主保守伊怀孕的过程，拢有上帝看顾。吼，咱嘛为着阿叔姐来祈祷，阿叔姐伊伫昨中昼吼已经转去厝里来休养，咱嘛继续为伊祈祷。吼，咱嘛为着其他伫厝里兄弟早时正兄，即是早生长老的爸爸信实节，吼信实节伊要开始做化疗，咱嘛恳求主。保守伊化疗的过程，慧玲姐、林德兄、白长老娘、玉秀姐、林鹤姐、秋菊姐、清真兄、地公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民主姐、俊生兄、卡姐、赵雄兄、来福姐、应轩、张老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伊利、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幼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遮具体来祈祷。保守完，就是今仔日我看见，主啊，感谢你，互阮教会大大细细会当做伙伫遮服侍敬拜你，这是遮尔啊大的喜乐的代志。因为我看见伫阮中间，遮少年的一辈，因伫少年的时就开始伫教会学习服侍。主恳求你来祝福，互遮个少年一辈，互因会当伫教会会当健康的成长，互因会当对上帝的信心也哪来哪加添。主虽然伫成长的过程中间，难免有一寡的犹豫，总是主，阮知主你会一一来替因解开，亲像你解开阮的疑问共款。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台湾来祈祷。阮看见真侪所在有真大的灾害，主恳求主你的怜悯，也恳求主你也看顾世界的遮宣教师，互因无论伫倒所在，互因拢有平安。也为着阮教会建堂事工，
恳求主你保守，互阮同心合意，做伙伫遮起造阮的教会。毋若是硬体的起造，也互阮伫软体，也就是阮家己也会当来为上帝来做一个好的信徒、好的会友。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配音献上感谢。主，恳求你保守配音，互伊健康，也互伊腹肚内的囡仔会当健康来成长。为着机体来祈祷，恳求主保守遮个机体，因有诶拄仔出院，有诶伫厝里长期诶疗养。恳求主你来看顾保守，阮将阮诶兄弟姊妹交伫主你诶手里。恳求主你引带，互阮伫每一日诶生活中间，会当哪来哪认捌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诶性命。阿门。头拄仔袂记介绍吼，毋是新诶朋友，是咱诶家人吼，伟峰吼，对美国转来吼，咱嘛拍拍欢迎伊。即时来迎信息，正诗396首，正诗396首。因需要请牧师教导，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